台中市長盧秀燕4號下午在連勝文的陪同，來到台南的歷史古都，為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賈良介來徛台。第一站就選在連介故居馬兵營故址來出發。講到台灣的歷史，盧秀燕嘛以着台灣通史內面的一句：“你為台灣人袂用的，唔知影台灣史，肯定台灣人的地位甲的貢獻。”我特別感謝勝文今日陪同哈，因為這是伊的故鄉，伊的家族對台灣貢獻真大。因為台灣的歷史就是勝文的家族，伊的阿祖哈來寫台灣通史，免得咱台灣人。伊的阿祖想要寫這本冊咧，哈，寫咱台灣的歷史。因為伊的太祖，太祖甲伊的阿祖免得講，咱是台灣人，愛知影台灣代誌，愛為台灣做代誌，所以伊的阿公家邊寫台灣通史、台灣通史，哈，因為這個冊，咱台灣證明咱台灣的地位。證明咱台南的重要性哈。盧市長這個閩南語講這麼好，這讓我覺得很汗顏哦。我還好，他剛剛講到我跟講到我家的時候，我都聽得懂，所以也不算太丟臉。那個龍介兄呢，是我這麼多年以來認識對台灣歷史文化最了解的一位政治家哈。我相信在台灣各黨各派，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一樣對台灣的語言、台灣的歷史、台灣的風俗文化有這麼了解的人哈。會長盧秀燕甲連勝文除了肯定賈良介對着台灣歷史的了解，在這屆市長的選戰當中，賈良介是徛在人民正義這邊，尤其頂屆參選只差一點啊，就算這屆只有1%的幾率，盧秀燕甲連勝文嘛肯定賈良介的勇敢甲的魄力。因為我是兄弟姊妹哈，我甲伊、甲勝文、甲咱這議員攏是兄弟姊妹，也因此了，咱愛徛喺正義的一方哈，也因此哈，良介這擺乃當當選，代表台南的正義感。台南是一個有歷史、有文化所在，未靠資源，嘛未靠強勢哈。而是能夠站在人民歷史的這邊哈，所以我今日特別來加油。我2003年認識他到現在，我看他經過了各種的困難，各種的挑戰，但是我了解到，以龍介兄的性格，以他的過去的這種表現，哪怕是他只有1% 的幾率，他也會在這1%的機會當中找到方法，克服困難。在面臨各種的挑戰，這就是台灣精神最好的顯現。會長盧秀燕甲連勝文嘛共同佇台灣通史來簽名，隨後並前往公安宮、樹頂大天爺宮，甲武廟來參拜，因而受到大批民眾的歡迎。其中樹頂大天爺宮並且分別致贈德辦好在的小鞭仔，和盧秀燕甲賈良介、吳將兩位心想事成，更上層樓。台南新聞林根、楊順懷採訪報道。